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初9公司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怡珍。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花莲地档伫精英酒店40名学生宣布闹死，目前还有6个人还未找到，包括调伫斯卡当报道的新加坡红帽。花莲汉品酒店和地档有一个大红单，业者决定提早改建，80来个员工若无爱调单位，就拢爱互辞掉。有民众去北方分集点煎饺甲番麦鸡汤食，4个人出现吐骨流镜头，怀疑是食物中毒。新闻头起先来关心花莲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今仔日已经是第7天啊，还有6个人还未找到。搜救人员继续伫咧斯卡当步道找找姓尤一家伙仔，还有新加坡红帽。另外有一阵悲伤的消息，是伫九曲洞救出来一个姓黄的高中生，伊的双脚拢互石头底着伤，虽然有装，也却无抢救，不过目前是脑死的状态。怪手伫三角洞步道开路，地震了后第7天，也有真侪人失联。工期局继续进入，离三角洞0.5公里，也就是姓尤的一个火仔位置，愈来愈近。崩塌的地方，现在要坐路下切。接到第一个验测湖，剩10公尺左右了。伫三角洞0.85公里找到一只鸭仔，目前身份无法度确认，由德国游客向导游反映，地震进前10分钟，迄条失联新加坡红帽的身影，就伫咧5间厝头前500公尺的大景观平台，差不多三角洞1公里的所在。他们到主间屋的时候，他们都还有看到他在那里。我是住里面的3间屋。我要养我的鸡，那时候大水管也跟我到，但是人在那不晓得被埋。线索愈来愈多，也有3间厝的居民行入山，表示伫1.8公里的所在闻到真高味，马上向指挥所通报。特殊队找到一间为0.5公里到1.8公里拢是所在范围。从封闭到大水管这一段路，基本上都是完好无损，没有坍方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想把搜索热区定在0.5K 封闭的地方。大腿骨折，双脚开放性骨折。搜救继续进行，民众陆续脱困，暗过前几天伫九曲洞救出这姓黄的高三学生。伫花莲精英酒店建构实施，双腿互大石头缀一天一暝，3日后佫出现气气塌掉咧，装叶克膜抢救，加上煞透露情形无乐观，甚至被告知出现脑死的状态，也伫社群发文，媒体表示乃是也是兄弟。肺部感染装叶克膜，叶克膜装的时候出现一些异常，所以急救了20分钟，脑部缺氧。所以就导致他现在基本是植物人的状态，这样子躺在医院里面。这强烈地震已经夺走10多条性命，花莲县府找到办罹难者到齐发挥，希望罹难者安息，加上延早自行出悲伤。不过，这场天灾已经造成真侪家庭天伦望翠。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北滨街有一栋客家厝，地震了后，风大红单袂使阁大。今仔早起开始拆厝，住户拢真毋甘。根据统计，目前花莲有32件红单，县府表示，无讲一定拢爱拆掉，有的厝会当补就补。若天阳市大楼今仔日拆到一半，挖到瓦斯桶，瓦斯流出来，加载无造成意外。另外，伫厝尾顶发现几只鸡，阁有一只猫仔掉伫窗仔顶，已经顺利甲救落来。庄下表面一直落来，怪手位大楼顶开始拆。北滨街这栋电梯，挡不了即摆花莲强烈地震，正做地震第3栋，2架下建物，早到早起开始拆。民国77年发使用执照，这栋10户的电梯已经36年。当过911大地震、控制控六地震，不过即摆不幸无法度渡过难关，爱拆。现场用 H 光剃掉咧，避免拆的时阵影响崩塌，影响周边电梯。有住户特别等来看，心情真沉重。栋2、栋6的地震，我刚好也是住在里面，对，那时候还在睡梦中，对啊，惊慌河草这样子，
这个在那边10多年了，对，应该是蛮有感情的。对啊，蛮有感情的，所以现在要拆了，我们基本上就是回来拍照做这个纪念。红单的部分有32件哈，那这个红单的部分没有一定要拆除，依照相关的这个我们灾后危险建物的紧急评估办法，红单它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耐震补强。建设处表示，会用24点钟来拆除，按算3到5天完成。另外，破坏街后一个面体损坏程度相过悬，列为下一间拆除的名单。天星大楼继续咧拆，毋过管手山乌着甲疏桶气体外泄，马上停止作业，清沙开才搁拆。另外，伫个拆的过程中，伫个出楼尾顶发现至少3只鸡仔，抑搁1只猫仔卡伫个桶仔，已经顺利救出来。这摆地动，红黄埔受灾户1471户国动地会北军旗表示，华联无强招出租处安置灾民，看成中央法租合处比较91灾后重建条例。石材业则是花莲的第2大产业，是由蔡总统来宣布200亿的贷款，20亿的补助，来给石材业者来重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其实应该是我们担心的是，我们天华兴拆除之后的我们的重建的基金是在哪里？天虹星大楼顶红顶受灾户目前为一人有1万紧急救济金，佮协助税厝补助，灾民望望政府加大补助的力头。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凯根园中度之家主要收容一寡家境困难，或者是家庭功能出问题少年囡仔。不过，即届煞因为地动，规栋厝拢需要征收，暂时无法度搁带人。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和花莲县长徐正伟拢去现场关心，嘛表示讲经过评估会提供协助。目前这个空间就是伫即届大地震当中受损真严重的花莲凯歌园少年中度之家。现场咱会当看到，这个天棚顶悬的轻钢架也是拢落倒来，甚至上伫个面床面顶哦。而且有的所在伊的壁嘛是拢有裂开的情形，规片是绿苍苍。中度之家因今嘛是表示讲非常需要外界的一寡资源。不管是先暂时性的一个仓库、仓储，或是说办公室的地点所延伸的这些费用，我觉得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有压力。那本身的建筑的受损，我们需要一些时间，还有需要一些大家的支持，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整修。凯歌园少年中度之家主要收容全国社会局处甲地方法院介绍到的需要安置的青少年，这拢是家境困难、家庭功能欠缺的囡仔。因表示目前的损失需要开偌济来征收，要真歹算出来，而且要征收嘛，着爱甲物件拢搬出去。若真需要钱，上无嘛着爱20-30平的空间，比如货柜也是组合厝顶来做仓库，才通放这大型家具。拜二下晡，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甲花莲县长徐正伟做伙来到现场关心。当然，第一是很难受了，那我们会尽办法的替他们解决一些基本上的问题，所以应该会的。看货柜屋，我们也来找一下，好不好？那个调来是最快的，货柜是最好的。对啊。目前13位凯歌园的囡仔拢先暂时安置在花莲县的芥菜种会。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表示，看到囡仔住的所在，搭规个外国市场，伊感觉真唔甘，因会经过评估来互中度之家适当的协助。原来县长徐正伟嘛答应讲，会来找讲看敢有适合的空间，通互凯歌园使用。记者卢尚如、郑俊佑花莲报道。那花莲市区的汉品酒店，互地动影响嘛大红单，业者决定要提早改建，所风声讲因要甲86个员工拢总辞掉。汉品酒店表示，因的新闻员工看因敢愿意调去集团的下骹别的单位，若准无爱，酒店会提供比劳基法条件更较好的资遣。那德鲁久的山岳村灾损是真严重，无法度营业，决定要辞掉40个员工。饭店受到地动影响受损，宏大红色危楼的单仔，家人找到是无用气气，紧急补强结果。这是花莲的汉品酒店，在地经营40多年，地动了后宣布停业重建。人并且发声明，会保障人客甲员工的权益未受影响。汉品酒店按算要分2批，甲员工拢辞掉。4月份甲69个人辞掉，5月份是17个人，计共86个员工全部拢辞掉。有员工是即届地动的受灾户，
即马阁面临无头路，相同的打击，大家是拢烦恼甲。韩品酒店下晡召开内部协调会，讲会优先问员工的意愿，敢是愿意转去集团下底其他营运的单位。若无要继续做的员工，嘛会互因比劳基法较好的资遣条件。员工其实人心都有点茫然，也不知所措，因为现在一切都在等总公司的安排。资方应尽的法定义务及劳方应了解的权益事项来做宣导以及协助。那后续在资方的这个应尽义务的执行上，那我们会来做深切的了解以及监督。消费处表示，员工若是去用资遣，后续会提供就业辅导，协助甲因消解头路。另外，伫德鲁区的三月春饭店，因为路灯期无度营业，决定甲40个员工资遣。因为没有办法经营下去，我们会资遣，最起码你们有一点费用。那看这个国家公园可能要好几年才能恢复，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自己饭店度假屋呢也有一些重创，所以我们就决定呢先资遣这个大概40位员工。3月春伫地震的时阵，有85个人掉伫遐，到在车时全部救出来。不过马上断了真严重，业者评估，因为德鲁区国家公园修复爱几啊年，才会做出资遣员工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地动省长苏花公路公路局拍算要修改台九线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希望至2032年完工，经费爱开820亿。公路局表示，这个计划会比较国道，会勘得7级的地动，较会绕石头的路段，拢会挖崩坑来保护。为着提升苏花界安全性，交通部提出台九线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包括这摆地动、大清水隧道北口、长期的下清水桥路段，拢包括伫个苏花安的计划内。公路局讲，5月会阁送宽屏补件资料。整个环评审查完之后，后续的一个建设计划、用地取得、都市计划变更等等的部分，我们会持续的同步来进行。因为考虑到在东部地区地震频繁，所以整个的那个耐震设计，我们都是会达到耐震7级以上。公路局表示讲，考虑到东部定有地动，伫苏花安结构的设计会比较国道有控7级地动的效果。若是较会有落少的区域，会看隧道来应用。即马讲的苏花安，其实就是甲苏花界无改善的路段放入去，包括宜兰的东澳甲南澳，和花莲的和平到河中段，和和仁到中德路段，都是要改善苏花界做无够的所在。按算2032年完工，经费820亿。专家认为讲，隧道和桥要做到7级的控制，问题无介大，但是以边坡的地理上困难，因为要保管安全，施工的难度高。从东澳到南澳这一段。现在的线型是沿着海边走，就比较弯弯曲曲的部分，那就必须要有更多的隧道跟桥梁来克服。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工程的过程里面，又发现了某一些隧道经过的地方是地质条件比较脆弱，甚至有新的过去未发现的断层经过，那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挑战。它如果是作为一些部落之间或者是乡镇之间花莲的一些联络的话，那这个机车的使用，一般的使用其实也不可避免。地震过后，目前伫台北线中兴公路已经伫初7抢通，目前是分时段通车，按算今年底会完成台北线和台九线的边坡修复。另外，伫花莲的龙东路虽然已经抢通，但是因为地动尾真接，一直有石头落倒来，好有民众行过细致。台电讲会拍拼互路保持拢是通的。记者综合报道。德鲁区国家公园因为地动暂时关起来，不过最近春天花灯在开。合欢山4月13日报残花季敢会当开放的，目前还未确定，要继续评估。另外，地动了后，玉山国家公园甲雪霸国家公园虽然拢无关起来，不过国家公园属是建议民众为着安全，尽量莫上山。我真的要吓死了！到底去到台湾上山顶的所在时阵，一阵天摇地动，互山顶的山友讲得要惊死。毛山友伫行玉山的前方的时阵，忽然间就拄着海甲有够厉害，地动造成山壁崩落，规个是烟蓬蓬，石头嘛一直落落来，山友嘛是较紧准备撤退较安全。另外，这个山友是伫去山顶无偌久了后，落来到海拔3900公尺的时阵，拄着威力真大的地动。很大哈！地震了，那边山崩，也没有到山崩啦，滚了一堆石头下来，很震。另外，伫雪山顶山口的镜头群是录到原本平静无水分的大水池，是开始海甲真厉害，互水规个拢满出来画面。
真侪人都咧问讲，地当过后敢会当去买玉山？国家公园署讲，目前玉山和雪霸国家公园拢维持开放，但嘛是建议民众避免上山，莫一时一刻。山会永远在那个地方，我们还是希望等状况比较安全的时候再上山。那你如果一定要上去的话，我们还是呼吁要注意自身安全。另外，海拔较低的国家森林游乐区，在大地震过后，林业保育署本地各封3座，其中太平山是封2天，在花莲的宜兰福原是封3天，会检视园内的步道和另外道路安全了再开放。要是有余震发生，或者是有其他的烟尘扬起，或者有一些崩塌的状况的时候，要适时的去赶快回避，回到一个安全的处所了。这边受到当中的太多个国家公园嘛是维持封园，不过合欢山嘛伫咧内面，所落来都是高山宝田花季，今日定开放。国家公园署讲，目前太管处是派人在巡检，会看状况一步一步、一区一区来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国内连续爆出食物中毒案件，台北有民众去北方分集点煎饺甲番麦鸡汤食，有4个人出现吐佮流镜头，怀疑是食物中毒。另外，王皮集团下骹的店面高达拢总有82个人身体无爽快。目前为一寡患者的检体有验到诺罗病毒，详细还阁爱调查。食物中毒的事件连环壁，连锁煎饺店北方分集嘛传出疑似的案例。台北市卫生局接到病院的通报。有6个人伫初7去番麦鸡汤甲煎饺，毋过有4个人伫暗时7点半甲11点食完了后，小连续出现走白甲吐等等的情形，伫半暝去予医生看，怀疑是食物中毒。查有冷冻库层架风扇不清洁，冷冻库温度高于-18度C，墙面有剥落等缺失，已限期4月11日前改善完竣。其届复查如未改善完竣，处6万到2亿元罚锾。北投公馆店呢是在4月8号下午的时间接获卫生局的那个查核，我们还是要等待卫生局能够尽快呢找出这个原因。约160个人有用这个餐，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接受到其他的消费者有身体感受到不适。卫生局派人去稽查，要求这间分店要限期改善环境无清气等等的情形，而且抽验灶骹员工的手、盘甲蜡颔等等的环境检体。若查到病原菌，赶快会采罚。也若前几工啊，赶快标出那像食物中毒案件，王品下底的餐厅粗瓦甲香蜡。到7月暗时啊，累计有82个人伫用餐了后身体无爽快去予医生看。为部分患者的检体初步验到诺罗病毒，不过这敢是确定的原因，也要进一步确认。检验报告还没有完全出来，不过我们有做了几个检验，那目前初步的报告是诺罗病毒，像是一些食物的一个污染，都有可能会造成诺罗病毒的一个感染。是安尼疑虑还咧滚价，为边境查验的名单内底，还佫发现真出名的连锁煎鸡店甜瓜瓜，为中国进口的纸鸭肉，无通过样出的检验，而且比合格标准超过36倍。这一批纸餐盒输入业者为马尔斯国际有限公司。醋酸为溶剂，蒸发残渣高达1132 ppm， 法规值为30 ppm 以下。目前去问市买相关的食品，原底用鸭肉底拢换做是用茶仔底。不过甜瓜瓜嘛回应讲，台湾甜瓜瓜食材包装拢是伫台湾制作的，检验有合格，甲一批超标的商品无共款。因若这间公司是美国甜瓜瓜的合作进出口商，食材包装是先入来台湾，合格了后再个出口。伫边境若是验到无合格，就会直接销毁退货，请消费者放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食安的问题。新北有一个旅行团，昨伫台南的北河一间餐厅食饭了后，有真侪人是食歹巴肚、吐骨流，身体无爽快，都有25个人。规团是坐车去予医生看，初步判断是食物中毒。因为这个旅行团伫台南甲嘉义拢有食饭，这2个所在的卫生局是拢启动调查，要收集检体来做化验。去顶上内底拢是人，规团39人当中有25人，吐骨流1个人，敢若一暗都吐13摆。吐几摆？因为他从昨天就没有吃东西，13次，然后每周招2盖，拉得很厉害，拉几次？拉超数次。
为新北市内旅行团初9时行程最后一天，所有不少人疑似食物中毒，规台车驶去，家己大拿主治病院。好佳在治疗了后，大部分是轻症，敢若一个老大人头的时阵跋倒骨折，要转院开刀。目前25个人里面有4个人症状比较严重一点，所以目前有补充输液有一点脱水状况，跟抽血做检查。我们昨天在那个白河啦，对，可是不能确定是不是啊，只是说大部分怀疑。领队讲，初8中昼到台南北河一间餐厅食饭了后，有人都无舒适，也人怀疑是一个物件无正式，因为分别伫台南家己2个所在食饭，家己关甲台南市公布启动调查。台南市卫生局去北河这间餐厅检查，初步检验，店内食材由中央厨房提供，业者强调，食材送来拢保存伫冷冻库，人客到位进前才开始煮，希望主管机关调查清楚，也行清白。都直接送冷冻，我们要他来了，他已经说下交流道，我们才拿出来退冰再炸。我们又找到当天有来订餐的团客，那我们打了总共有2团，后来我们打了电话查询之后都没有这些状况了。用会厂商提出检验合格证书，也将迄一天菜色提供给基层人员。台南市卫生局表示，已经抽验食品环境甲员工手部检体，调查清楚相关的因果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关庙的山西宫，因为庙地宽，真侪鸟仔会来庙里做收黑白放屎。庙方警方用网仔来查，想袂到有袂少鸟仔掉伫网仔顶悬抓死去。这个方法实在无讲正理想。庙方表示会先甲网仔拔掉，想看卖敢有其他方式来赶鸟仔。旧日车真侪人来拜拜，毋过对庙内看出去，所有规排鸟仔的尸体挂伫遐动动海。台南关庙三西宫设红鸟网，最近引起地方讨论。红鸟网主要是卖互鸟仔伫庙体空旁做收，毋过即摆鸟仔拢掉伫咧网仔死去，有人认为尸体有臭味，看起来无理想，有人建议爱顾虑动物的性命。伊个规个拢放甲规个啊，有一站有较少啊。啊，毋过你迄少是一站尔，伊个汤团足紧的啊。鸟仔放干呢吼，足太做足迄落啦，较无清气啦。一般别个庙是拢足干净啊。我爱做即款的男人要哪个处理？庙方讲，其实早前鸟仔规定拢伫隔壁栋的建筑物咧讨食，是后来遐围起来了后，地主鸟仔拢陪来食，估计有上百只的鸟仔踮遮咧作做。虽然有清洁人员甲志工咧摒扫，毋过根本就扫袂离。庙方无奈表示，鸟仔互因头壳无咧烧，即阵按算先甲网仔拔掉，再去用其他的方式来赶鸟。叫来会甲拔掉啦，因为迄是少数的鸟仔会来迄落啊那大只鸟啊是袂影响到伊袂掉入网啊啦，是袂影响啦。阮是上我这有这个驱赶鸟的这个，但是这个到会对人的影响，咱的耳朵会占会掉，频率很高吼，鸟啊当然伊会暂时唔敢来。用的一寡清洁剂吼，佮用水甲泡软了后，阮才有法度人住。逐工拢爱扫得掉。阮一定爱一工爱冲几啊摆。庙环境本来就清气溜溜，鸟仔要飞去倒位真歹控制。目前庙内门口有部分行做自然，防止鸟仔飞入去，也毋过效果有限。庙方讲会找动保处等相关单位做讨论。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4月初8，北美洲出现天狗食日，拢总是4分钟28秒。这是当地自2017年人7冬了后，搁再看到一款天文奇景。后回想要搁看，就要等到2044年啊。所以，这届估算有3200万人咧欣赏。这观光的相机就赚超过美金60亿。日头豆豆红月影遮条咧，亲像予月娘规个吞去，现场一片的黑暗。即马日头周边开始出现平时看袂到的红色的一链，甲亲像王冠共款的一边。时间慢慢过去，边露出被叫做旋石环的光芒。伫个看的民众，大家拢发出懊恼的声音。初8天狗食日上长4分18秒，是非2017年以来北美地区真难得看到的天文奇景。天狗食日发生在看无月亮的新月时期，日头予月球遮条咧。英国天文学家讲，平均2年发生一摆天狗食日，毋过毋是每一个所在拢看会到。You need to be within a very specific region known as the path of totality. Essentially, that is the place where the moon's shadow is passing over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即摆天狗食鸡路线伫红色区域，南边是为墨西哥翻过美国15州，北边到加拿大红色路线以外两边所在看到就是一片色。过去被看作是在下向顶的天狗食鸡，伫科学观念普遍的发达的今仔日真做天文奇景。尤其德州顶一摆看到天狗食鸡已經是過175年，真濟人提前準備到觀測地點來佔位。You just have to abandon whatever you're doing. The next one's in 20 years. That's going to be in America. So whatever you're doing, I don't care what it is. You've got to make plans to go. Mucha emoción, ganas de abrazar a la familia. Gracias al mundo y al universo. 在天狗食鸡路线的都市来真濟人，大甲交通全部不滿。墨西哥偏遠的薩那茲也有民眾臨時開放徛街，予遊客來住。墨西哥甲美國各地開放球球場，予民眾免費入場。伫咧回龍機頂的乘客也提出手機記錄看到的天狗食雞。附近的加拿大的尼加拉水槍區，團體遊客伫咧後山外口，各打親像日頭的衫，這陣人數有309人，創造新的金氏世界紀錄。And I can say that the city of Niagara Falls, you are new Guinness World Record. Wow! Yeah! 有真侪政府选伫即一天完成终身大事，俄亥俄州崔顿公园就超过20对新人伫天狗食鸡发生了一年吧完成婚礼。这场世纪天文奇观创造的观光圣诞，初步估算高达60億的美金。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来看美国波音公司的飞行机又搁传出安全事故。西南航空有一架波音737，才拄起飞，引擎的保护挂就脱去啊，规个掀起来。机长是经翻头飞转去机场，加在机顶人拢平安。飞安单位是已经开始咧调查。现今顶悬的挂强要翘起来，乘客可能是真惊。美国波音公司搁传出安全的事故，西南航空一架737-800的客机，当地时间7早起7点外，为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出发，要去德州 Houston， 起飞了后无偌久，就发现引擎的挂落落来。Let's go ahead and declare an emergency for Southwest 3695, and we'd like an immediate return. We got a piece of the engine cowling hanging off, apparently. 这架飞机顶悬载135位乘客，甲6个机组人员，飞行差不多25分钟，就赶紧洗头，转去丹佛机场，加在无人受伤。西南航空已经安排乘客搭其他的航班，要若出代志的这架飞机会做检查。波音今年已经发生几啊件安全的事故。1月份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9客机发生机舱门落落来严重的安全事故。过无偌久，美国联合航空一架波音777的班机，佮发生伫起飞的时阵，起落架顶悬的链落落来意外。类似的事件引发外界对波音公司安全的质疑，高层嘛因为安尼重组。不过波音也未挽回外界信心，佮有飞行机的引擎挂规落落来。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会针对这个事件来展开调查。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美国今年底要选总统，现任总统民主党的拜登要拼连任。拜登是宣布新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希望会当扣到少年选票。若前总统 Trump 要代表共和党参选是在稳的，伊即阵是头一届表态，讲敢要实施提囡仔禁令，会交予地方家己做决定。美国总统拜登10日宣布新的学贷减免计划，和去年予法院动落来版本无同。新的计划是取消2万美金的学贷利息，派学贷是超过20年的人嘛，唔免继续还。整体计划预估会予3000万的美国人受惠，尤其是遐因为无法度纳学贷利息，造成债务一直增加的族群。拜登讲，伊想要借这来提供大家人公平的机会，和找梦想的自由。Even when they have worked hard and pay their student loans, their debt increases, not diminishes. Too many people feel the strain and stress. 美国高等教育的费用是持续一直起，学贷减免是拜登的竞选承诺。去年因为有4300亿这么多学贷减免计划，是予美国最高法院动落来。美国政府只好先针对特定族群来减免学贷，亲像公务员也是低收入的族群，即卖已经取消要1440亿美金的学贷。虽然共和党是批评讲这个措施是把财政负担转去纳税的人身躯顶，民主党却仍然咧做会当吸引少年选民，会使讲确定。
定代表共和党来参加2020总统大选的前总统川普，是透过社群影片拒绝支持全国性的拍替禁令，表示讲这拍替法规应该交予各州家己来决定。美国最高法院伫2022年推翻1973年罗素韦德案拍替合法化的裁决，互拍替权变做这摆选举的重要议题。川普这摆言论是甲打对拍替权上明确的表态。By not endorsing a federal abortion ban, Trump is perhaps trying to appeal to some of those voters in the middle who might think that abortion should be an option for at least some. 不过，川普的表态所引起共和党人士的批评，坚定反对提囡仔的党员认为讲，正正因为川普反对提囡仔甲支持的选民，即摆会使讲规个红洗面。公司新闻长简编译。开斋节是伊斯兰一年一届上重要的节庆，那印尼是全世界穆斯林上济国家。4月7日开始是开斋节休假，当地港口人是塌塌甜，预估要回乡或者是旅游的民众会到2亿人。另外，加沙地区当日征召，即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有主选机构做传统的点心，要互巴勒斯坦人嘛会当过节。印尼莫拉克海港有数千台车咧排列，但係被起的渡轮，伫在界1個月了後，就是慶祝在界結束的開齋節。雖然交通實在通通，毋過全球穆斯林人口數上濟印尼，按算差不多2億個人會伫開齋節吹佚佗或者是回鄉，比去年吹佚佗人數增加差不多是56%。Semalam berangkat dari rumah jam 9 malam, kira-kira udah 13 jam sampai sekarang. Masih terhambat oleh macet yang sangat lama gitu. Tentunya ya semoga cepat-cepat ada solusinya gitu untuk kedepannya. 同年期的开斋节也叫做糖仔节，家家户户拢会准备点心、糖仔招待人去，尤其是传统的古镇米饼需求量真大。为着健康，有的点心店将这传统的糕仔甲饼用鸡糖来代替。Mor baklava rengini mor meyve ve sebzelerden elde edilen antisiyoninlerden alıyor.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主权机构也咧为巴勒斯坦人做开斋节的传统点心。以色列过去6個月對哈馬斯發動攻擊，根據了解，以色列伫初期已經為加沙走廊南部提出守護部隊，包含甘尤尼斯市，毋過伊援了一路的部隊。甘尤尼斯市的居民講，因看到以色列軍隊離開市中心，向東邊地區撤退。埃及也咧準備主辦新100個以下協商來達成停火甲釋放人質的協議。毋過，伊原無清楚敵軍是毋是會因此對拉法準備真久的攻擊，因為以色列領導人捌講，為消滅哈馬斯，這項行動是一定愛去做。公視新聞新竹培編譯。美國宣布要補助美金66億，差不多是大約2100億，予台積電的美國廠。台積電嘛宣布要伫美國起第3間晶圓廠，並2030年生產。這消息一日出來，今仔日台積電的股價是繼續衝懸，起36塊，落尾收伫819塊，伊的股價甲市值攏創下歷史新高。台積電美國廠傳出重大進展，7月台積電甲美國商務部宣布，美國會直接補助台積電66億美金。台積電也表態要伫美國起第3座的晶圓廠。主要的原因，那麼是在於地緣政治，那麼還有先前地震的因素，那麼以及在競爭對手的一個佈局，這3大因素的一個影響。為台積電得到美國補助的消息一出來，包含蘋果、輝達甲超微這3大台積電客戶攏出聲支持，互車價開盤股價開懸加懸，盤中上懸820塊，最後收跌819，起36塊，實在超過21條創新高。另外，美國未來建廠計劃，一廠會喺2025年頂半年生產4奈米晶片，2廠是2奈米，按算2018年開始生產，3廠按算用2奈米或者是更較先進製程技術晶片，按算2030年進行生產。今日台積電擴大美廠的布局，有科學專家認為，台積電是配合美國對中國制裁，無國擴充中國廠產能。不過，有專家無安尼認為，台積電在美國的投資是符合美國的利益，但是呢，中國大陸目前是成熟製程的市場，成熟製程目前的狀況是紅海市場，競爭非常激烈，所以台積電當然沒有必要去擴增中國大陸的工廠。
正电伫美国亚利桑那厂总资本支出会超过650亿美金，差不多2条新台票，是美国史上规模上大的外国伫美国直接投资的案件。专家认为，美厂未来继续朝向更较先进制程晶片发展，但到因量产时阵，真悬的生产成本会纳入考虑，也面临三星、英特尔竞争的压力，变怎降低生产成本，搁提高利润，是一个真大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公布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14%，虽然和2月比起来无起价较强，不过医疗医所的挂号费起价、食食甲厝租嘛直直起，所以其实无较早，百姓压力同款是真大。加新的价小高丽单为顶悬，原底一碗30块的大面变35，赤肉甲猪肉来蛋粉嘛起5块，综合汤面甲蛋粉是一个手起10块。即间伫台北市民权东路巷仔内的面店啊。因为实在成本一直起，头家经一段时间了后，决定要起价。每个东西它都在调味料啦、肉啦，所有的进货成本真的都在增加。这间卖面粉店呢，去年起5块了后，决定先1期35块，敢要反映4月份电池起的成本，强调会观察一阵啊，才决定敢要起。要上游不涨，我们下游是不可能乱涨的。主计总处车站发布上新物价调查，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月起2.14%，主要原因是休闲娱乐消费需求也是真大，娱乐服务费用加悬，油钱抵国际行情起，部分医疗院所提供挂号费，加上食外口、水果、肉的价格也是真悬，还有厝税钱嘛起收低。我们常常观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品项368项呢，事实上还是有超过70%的品项价格是较去年同月价格是上涨的，房租还有医疗费用这些服务类价格涨幅还是比较大，而且服务类价格通常具有僵固性。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关注的17项重要民生物资，年增幅度降到 1.17%， 创下39个月以来上低。其中鸡卵减的幅度是上大，是 18.25%， 创下49个月以来上济。不过，猪肉甲起膏、起粉增加的幅度也是超过 4%， 其中猪肉的年增幅度是 6.84%。因若4月份电池起了后的物价，主计总处说明讲，因为国内电池平均起 11%， 内底民生电池起的幅度较少，产业会以用电量无共来调整幅度，按算会影响今年 CPI 0.18个百分点，会互 CPI 起的幅度差不多是 2.03%。记者综合报道。日前，黄主角涉嫌性侵缴未成电的查某囡仔，检方调查时发现，黄主角是非法色情网站的会员，伊有买真侪块性白色影片，引起社会愤慨。调解立委拢建议修法加重刑责。卫福部表示，去年就有修法啊，若准手头有绩效性影像，会为行政法改做刑事法，未来嘛打算要加重处罚。第一日检方伫个月前，黄主角个人的硬碟内底发现有藏上百本仔影片的档案，其中有7个影片，还佫涉及偷翕未成年，引起社会议论。早期几个民进党立委甲妇女救援基金会共同召开记者会，表示除了制作者、买的人、甲持有者的非法性影像的，拢是加害者，应该修法加重罚则。目前到底谁管网络？今天为什么黄子佼会持有这个论坛？已经在台湾经营10年了。那在111年的时候，曾经被断网3个月，可是又是死灰复燃。这样的影像被购买跟曝光的时候，影响它非常大哈，有可能是影响身心的状况，有急性压力。就学部分，学校的人只要知道同学网络就要公审他哈。事实上，去年政府才征收性暴力防治4法，其中伫儿童甲少年性跋涉防治条例内底第39条的规范。无正当理由持有时效性影像，上重会当判1年的有期徒刑、拘役、歇考或者是骗考3万块以上30万以下的罚金。不过，调解立委拢认为讲，应该提高相关的刑责。第一步是未成年性影像，这样子只被判缓起诉2年，罚120万，以及1200字悔过书哦。那以对方的财力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根本完全没有吓阻作用。我看1支、看2支、看3支、看10支，它的界运都差不多，好，危害性都没有很大，所以法院在量刑上面显然是让这些购买的人也认为自己不会付出太高的代价。
针对社会各界小连续发声，希望政府会当修订儿少性爆射防治条例，加重罚则。针对这点，卫福部表示，去年已经修法，把持有儿少性影像的罚则由行政法改做是刑事法，卖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来做刑度修法的建议。记者综合报道。自从地震了后，危险建筑登起的议题引起关心。亲像台北南机场的老厝保强了后，为红单改做黄单，有的居民是希望市府会当出来换盘处理途经。里长也争取到中华路2段的9号基地，要来起社会主体，希望居民拢会当安心，量早答应途经。原本因为强烈地震更紧流出来经过补强了后，这台北市南机场的建筑物为红单改打用转去的黄单。这摆地震让当地居民加速途经的声音袂少，也希望市府做公正第三方的统筹途经。摇得那么大，当然也是会担心啊。那个房子都有裂了嘛。对，因为这里的房子太老了，很多管路啦，包括说所有的这些污水排水都很麻烦啊。市长透过议会甲市关协助，争取将中华路2段9号基地起社体做就惠居民加点头中继处，希望增加途经的诱因。不用被安置到很远，安置到士林到北投，他变得很远的生活圈离开，他会不太愿意。那这些店家也有空间可以让他们继续营业，他们店家就会比较愿意了。不动产业者统计，到1月底全台核准的违诺案有3500件，途经案超过1700件，大多当中违诺部分，台北市核准917件上悬，台中市第2，新北市第3。在都更跟危老的数量来说的话呢，台北市还是成为所谓的都更危老的第1名。那一方面是房价相对高，那2方面来说的话，本身有一些急迫性的需求。未来市府会持续加大力道，推出更全面的都更政策，来加速都市更新。因为我们都意识到，都更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不只是居住安全，也是居住正义。面对南机场居民的诉求，初到机会备询的台北市长周万安强调，台北市已经进入大都更时代，会更加大力头来加速都更，因为面对天灾甲灾防，都更不只是居住安全，也是居住正义。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北部甲东部地区天气有较凉冷，不时拢在落雨。不过气象署表示，为拜四开始受到透南风的影响，全台湾各地头温度拢会升悬，天气的状况会更较稳定，水汽嘛减少。今仔受到东北季风和华南分河区的影响，全台湾的水汽拢较济，尤其是中部以北甲东部地区，毋若接落雨，温度也比较较低。气象署表示，虽望下暗开始水汽会豆豆啊减少，毋过明仔北部甲东部也是湿湿佮冷冷的天气。为拜四开始到后礼拜一，天气才会较稳定，大部分地区拢有机会出日。从周四开始风向开始转偏东南风，一直转到偏南风，甚至到下周一的西南风主要的锋面系统是在华中、华南一带，距离台湾还是有一段距离残余水汽影响会在台湾的北部海面左右，所以在北部地区特别要留意，还是会有些零星的降雨机会。不过对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以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为主。温度的方面，气象署也表示，为拜四开始，因为透南风，全台湾拢会变甲真烧热。原底天气较寒的北部地区，会为22度升到30度左右。民众要特别注意温度的变化，配合政策。从周四开始，可以留意到一直到下周一这段期间各地的高温都是明显的上升，会来到30度左右，甚至是以上。而在低温方面，都来到了20度以上另外，气象署也补充，后礼拜一阁会有一个新的锋面接近台湾，水汽会阁反济，尤其是北部地区的天气会变甲真无稳定，不时会落雨，要特别注意。记者刘心武、谢桂林台北报道。根据统计，国内新冠病毒的重症甲死亡个案有超过90%拢无注 XBB 疫苗。卫福部宣布，为4月初9，今仔日开始开放65岁以上的时代注第2档 XBB 疫苗。另外，长病毒的疫情嘛当咧加悬，5月可能会拖到真严重。提醒家长就要注意，囡仔若阵爱困、无精神、脚手无力，就要赶紧带去给医生看。好，那我们护理师这边可以帮我们买交仪来施打我们 XBB 疫苗第2剂。
疾管署找来80岁的台湾女演员王婉娇来宣传呼吁时代来注第2档 COVID-19 XBB 疫苗。疾管署表示，过来 COVID-19 重症甲死亡的个案，9成拢无注过 XBB 疫苗，尤其是死亡的案件有9成拢是65岁以上的时代。所以，初9开始，65岁以上时代免疫力低等等民众，通注第2档 XBB 疫苗。就是我们是滚动式的修正我们的建议嘛，那就是主要还是根据说我们最近所看到的重症跟死亡案例，它的结构特征、人口结构特征是怎么样子？那如果我们还有多余的疫苗剩余的话，当然我们可以考虑，扩大我们可以接种的族群。除了 COVID-19， 疾管署统计指出，顶礼拜因为当病毒去病院，拢总有7517人次，是近期10年以来上悬。疾管署呼吁家长要特别注意。肠病毒的一个重症的前兆呢，包括它有活动力不佳、意识不清，还有昏睡等等。那如果家长呢，或是一些民众呢，有发现这些肠病毒的一个重症的一个前兆呢，那要尽速的送小朋友就医，来减少重症。疾管署估计4月底当病毒会进入流行期，5月底时会达到疫情的高峰，提醒家长甲囡仔爱定定洗手，加强防护。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北加种的面谱、服装甲脚步手路，伫台湾民俗文化底底拢正深。云林县本港自性真天堂北加种通过审计规范会审查，加做县内头一个登录做民俗无形文化资产的北加种团。未来要继续来传承家种的文化。庙会内底北加种是台湾民间信仰内底常常看到的顶头，为面谱、帽仔、服装、家饰到阵法等等，拢有正深的文化底底甲意义。本港自性真天堂北加种最近经过云林县审计会审查，通过登录做民俗无形文化资产。整个服装的设计，还有他们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在技术上面的一个传承都是非常道地，也非常传神所以我们非常的肯定县府文管处表示，本港自性真天堂北加种的保存者是云林县五连景自性真天堂民俗发展协会。现今关注蔡尚元，因老爸、因阿公拢是家种艺师，伊自细汉就对咧学脚步手路来传承，甲北加种的文化保存甲真完整。也捌伫2016年得到新团长的肯定。卢先在全行这样子帮我们来肯定，谢谢大家了。在这个文史还有就是整个技艺传承的部分来做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保留动作。文管处表示，真天堂北加种团会当保留传统，嘛对着时代流行加入新的元素，所以通过审计，正做云林县头一个登录民俗无形文化资产的北加种团，未来嘛会协助宣扬、传承、甲文书记录保存等等的工作。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嘉义的民雄是台湾第3大王台产区，为4月开始就是金选王台采收的时间。民雄的农会嘛准备要来举办王台产业的推广活动，要让民众来食上重视王台。甲做好的青梅甲王台甲做伙，民雄农会研发王台鸡仔饼，希望替所内准备开始要采收的王台到推销。王台合作社表示，今年王台品质算袂歹。拍卖介绍应该嘛真好。年的雨水目前来讲有较少出啦，所以你往来伊虽然性较无啥讲像头讲足大只的，但是伊的品质各面甜度也是食路拢拢真好安尼嘿。嘉义县王台种植面积大约有1500公顷，是台湾第3大产区。清明过后，就是台农17号竞选王台要大出的时间。农粮署就表示，台湾王台外销的状况愈来愈好，会带动国内王台继续走向稳定。整个外销日本的数量已经达到迄个7200多吨，这甲往年比较来讲数量增加足多。因为王台的外销若顺利，所以然后带动国内继续来提悬。像今仔日这个拍卖市场有这个14块甲17块，这个大斤1公斤是差不多将近22块呀，所以今年的价销甲去年来比这个时期的价销比去年较悬。嘉义县农业处表示，要外销的王台拢要符合相关的条件。去年外销日本有500多吨，今年阁有许多业者来加入，暗算今年的目标是600至650吨左右。希望透过外销的方式，替在地王台农民带来稳定的收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去年底，台中的山区有民众通报讲，发现台湾乌熊踏着歪仔扫着伤，经过4个月治疗，甲放转去山内底啊。有学者就建议讲，毋但爱管理拍蜡的家私，嘛爱甲乌熊活动的地点整理出来，才会当避免同款的代志一直发生。在项目部落基佬的吟唱和祈祷之下，大家以泰雅族的传统仪式，替特别来野放的这只乌熊来祈福。一拍开野放人啊，这只熊叫做是丽莎养的乌熊，一日啊就走甲真紧，登去山内。所以要等那个麻醉剂啊。去年12月，伫台中和平商务部落的山隙，有民众发现这只乌熊，无细日互锁啊烤掉来受困。救援团队是开10点外钟互伊脱困，经过4个月的照养和医疗了后，除了进前互锁啊烤掉的正前骹无法度留的，其他条件已经符合野放标准。以往并无接近部落活动的记录，照养期间对于人也保持高度的警戒，所以这一次仅于上耳标后，就将其送至人烟罕至的适合栖地进行野放。台中分署讲，这摆救援是商务部落的居民真热心的通报和参加，当地嘛会组巡逻队来加强通报。兵科大的教授吴美秀讲，去年通报的救援案例都有10件，大多数拢集中伫台东的海端乡和花莲的倒溪乡。如果只是都是通报，然后领奖金，误解依然存在，然后他的行为相关的行为也没有改善，政府接下来也就会疲于奔命救伤，可是民众的作为没有跟着提升，这是我觉得我会比较担心的。野生动物危害防治的管理，其实要适当的积极跟主动，避免误伤非目标的物种。美秀讲，通报救援的数量增加，无代表讲族群的数量提悬，但是反映出应该加强拍蜡行为的管理，蜡具的使用嘛应该加强监控，政府应该较紧来整理乌熊常常出现的热区，才会当避免这事件一直发生，浪费伤济社会成本。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六，高雄茶山有3个查甫人，那像是拿空气枪去大高山啊。虽然这空气枪未大死人，不过同款是违反社会法，向移送法办。嘛，当咧请农业局确认看，应该有违反动保法。这是不合法了。Why are you shooting monkeys？ 我这人数一直问在场的人为什么要骑枪大狗？其中一个人假做听无，另外一个东行男子无偌久嘛骑奥多麦出现，手中有可能骑的就是炮啊弓。他会用到我们，他会弄到你，我们把它赶走而已。6号半暝，高雄茶山大路有庆声，2名外国人前往确认，发现是3名男子有可能骑着炮啊弓咧大狗。经本分局侦查队测试，确认无杀伤力，全案能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就办。警方找到因，确认因所在是炮啊弓等等的枪支，经过检测无杀伤力，不过已经违反着社会法。市府表示，伫米狗若抢失，也是甲因轻了的时阵，虽然当用冲天炮，也是炮啊弓等物件来赶，但是敢若当对空，也是向其他的所在来发出声音。影片中没有实际涉及猕猴的行为，不过我们会请当事人来说明，以厘清状况。那这样的情况，其实他们已经看过大概2、3次了。然后，因为这个外国朋友他实在是对这个事情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才上前去劝阻。上好当去现场，猕猴的数量无济，不过另外一位登山口也是有真济狗咧找物件食。市府强调，台湾猕猴虽然降做一般类的野生动物，依然受到法律的保障，袂当乌白来掠也是抬，违者上悬要开罚30万块。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墨西哥政府最近宣布，要甲总统府附近的19只流浪猫仔，甲因列做是国家的固定资产，未来会国家编预算来照顾。这嘛是墨西哥有史以来头一届有动物被指定做国家的资产。国家宫内面的猫仔以后会是联邦政府有4名的固定资产，有专人替因咧准备食物，因家自在伫过生活的形，嘛和国家宫的形象连起来。因伫遮世界走来走去，甚至伫记者会嘛弄来弄去。Yo creo que los gatos ya son un símbolo de Palacio Nacional. Decidimos, bueno, a través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 Recursos Materiales, denominarlos así
activos fijos, pero pues en este caso le agregamos lo de vivos。总统欧布拉多是爱猫仔的人士，这个新的宣布嘛，代表讲国家的财政部是编列照顾猫仔的预算，亲像看医生也是食米等等，就算是10月摄入了后，嘛会继续。这猫仔当初是安怎来的，无人知。工作人员讲，早在50当前，分园内面就有猫仔出现，事实上个外口的猫仔嘛会入来，嘛怀疑收编的猫仔暗时会找旁逃走出去。Ya capturado, ya contenido, se lleva a un área que tenemos habilitada como un consultorio, por decirlo así。但嘛，因为生活修事时啊，加上入来各家乡的记者，拢会炸一寡乌物仔价。官员这会当要求记者莫阁摕一寡食米去饲因啊，因为猫仔是愈来愈大颗，因为因即马是国家有性命的资产，当然爱活甲愈健康愈好。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天气玻璃仔，最后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9度到25度，中部地区19度到29度，南部地区21度到31度，东部地区19度到26度。外岛地区15度到25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